牧师满满的祝福，然后邀请了更多的朋友来。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这样子，因为牧师每次准备的课程都满满的这样子，那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先交给我们的张牧师，鼓掌欢迎。哦，他特别有介绍，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先讲说牧师是在这里，就是在这边封幕的，他特别穿了31年前来的，就是这件衬衫这样子。对。可能要特别介绍是哪一家的洗衣机这样子，拢无 C 派这样子，烫线还烫得非常的好。那个，以前伫老家有一个卖布的，什么名我袂记啊。啊，卖布的，卖布的，会记无？有人会记名无？哈？啊？徐太太，有无？真正就伊做的。团购专线。我1999年来遮赴任，91年项目，就做真领，所以已经33年，穿袂害呢，拢穿袂害。台湾吼，敢若我甲郑芳辉牧师有一丝，剩的拢无。吼，当阵就是做起来安尼，我感觉哦，这个是很大的恩典。这穿会害无？其实我的领子都坏掉了啦。说话牧师呢，伊都甲摕起迄个雪虎路遐吼，甲变过来，叫迄师傅吼，做裁缝的，怎样甲伊变过来？变过来，意思讲内底伊这2层，伊甲做2层，你知无？所以一变过来吼，佫新的，佫继续穿，毋是我熬。徐太太熬，感谢主。今天我想跟各位来分享，因为我们都是牧养，牧养一定要第一个，我们的口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讲，你要怎么讲，要靠着耶稣。你每次要去探访任何一个人，你都要先为他祷告。你问舅舅来去，进来，不要这样说，先为他祷告，说你要我对他说什么话？这个时候你脑子有很多的意念进来，你就要赶快写下来。可以哈，我们上次讲过，聆听神的声音，去对人说话，把神给我们的话语告诉他。上个礼拜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祷告，对不对？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很准？大家怎么好像讲到我内心的事啊？其实我需要冷气。好，主机开始了。好，现在是有没有冷气？转静音了。有人觉得太冷吗？太热了，太热了。重新调整，重新开启后，安尼大家稍微忍耐一下。那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你，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现在眼睛看着你，但我脑子里在接收圣灵给我什么意念，就讲出来。有时候讲的，其实我们一开口就会出现。所以，但是你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刚开始学，你就要事先想好，把它写下来。对他的人说，他就会领受，知道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所以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OK， 那牧养，第二个，你去探访一个会友，一定会他有生病的时候，他有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成为耶稣的手去做医治祷告，可以吗？医治祷告很重要。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怎么样成为耶稣的手，成为医治祷告的手。你要成为耶稣的口去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语，是耶稣对他说的。今天你要从耶稣的手去为他做医治祷告。你说我没有祷告恩赐，有没有人这样想？我告诉各位，你本来就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医生？有没有了？没有医生，有没有律师？有没有律师举手一下？有没有电脑工程师？
做电脑的？没有。啊，你们教会有什么专业呢？有啦，都有啦。啊，会计师在哪里？会计师在哪里？会计师在哪里？会计师举手一下。哦，对，你看 ，OK。他有没有会计师的恩赐？没有。他有会计师，他可能有数学的潜能。有些人很会数学，有些人会语言，这叫潜能，对不对？他没有，他有数学的那种天赋，了解哈？数字的天赋，他记忆很好，这是他的天赋。但他没有训练，他能够做会计师吗？所以他在训练完之后，他就考上会计师执照，对不对？那你就是会计师，对不对？你走到哪里都应该能够做会计，对不对？那是他带着在他身上的专业，是他的知识，他可以运用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运用你专业知识？要不要去科批替他做证明一下？不要。现在他找不到会计师为他签名了，哎呦，了解吗？因为是专业，所以他走到哪里都要弄专业。如果你没弄好，人家就会嘲笑你，可是就会犯法，对不对？这样了解吗？但是我们做医治祷告，不是那个这恩赐是圣灵的能力，恩赐不是一个东西让你带在身上，不是一个专业知识带在你身上，听懂意思吗？不是的，而是圣灵在你身上，因着他的需要显明出来的，不是因着你会不会。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有任何恩赐，我们本来就什么都不会。请记得，这个杯子能装什么？什么东西？水呀、咖啡呀、牛奶呀，还有什么？冰块啊，还有什么？茶哈？爆米花，还有什么？能不能装垃圾？能不能装钻石？啊，能不能装黄金宝石？啊，检查你家啊，你太太的那些杯子，它可能里面都放很多。所以重点不在这个杯子啊，重点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圣经保罗说，我们是瓦器，没有用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价值在哪里？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一个器皿，你需要牛奶，主耶稣他需要牛奶，主把牛奶放在我里面，让他经历到。主耶稣他需要安慰的话，求你告诉我。这个时候我承载了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就对他说。这样了解是吗？我们只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如果他需要医治，主啊，他需要医治，你的大能借着我临到他身上，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一个管道，重点不在我们身上，听懂我意思吗？你去吊点滴，有没有吊过点滴？有哈，吊过点滴。当你吊完点滴，身体好了，你会怎么说？啊，这个点滴好好哦，点滴管好不好？跟点滴管有关吗？没有关系，点滴管是没有关系的，重点是里面的药，重点是医师的知识，了解吗？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杯子，你最好如果这个杯子都满的话，还能装什么？还能装什么？不能装了啊！所以这个杯子最好是空的，了解是吗？所以不要去查一下，看看我有什么恩赐，错了。恩赐叫圣灵的能力，你可以查他有什么样的那种潜能啊，你可以查他有什么样的技巧、能力，但是你无法查他有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因为别人的需要而显明出来的，不是让你成为你的装备，听懂意思吗？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在工作。当我们不晓得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我在为人做医治祷告，他得到医治了，算我的份吗？不是，是他，听懂哈？是他，不是我。啊，如果为他做祷告，他没有得医治，谁比较难看？谁啊？如果我为他医治祷告，他没有得医治，谁比较难看？他比较难看了。今天
那个会计师如果账没做好，谁比较难看？会计师比较难看。医师没有把病人医好，谁比较难看？医师啊，我不是医师，我只负责祷告。我直接点滴管没有好，你要骂谁？骂点滴管吗？骂医生啊，医生啊。所以你为人家做祷告，我只是一个管道，只是一个器皿。他没有好，主啊，你怎么没有医治他？就这样而已啊，关我什么事？因为我不是医生。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要不然你不敢为人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祷告是：我奉耶稣的名医治你，听懂意思吗？奉耶稣的名医治你，不是求耶稣医治你。你要成为耶稣的手，成为耶稣的口，去宣告、去做医治、去做安慰、造就劝勉，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可以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勇敢为人家按手祷告。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腰都会酸，对不对？你要不要为他按手祷告？要不要啦？要啦。讲阿嬷，我给你祈祷好唔好？给翻落去，接咧，祈祷了有好无？无啥好咧，啊，毋过有烧烧，烧烧就好啊，烧烧就好啊，烧烧就好啊，你知道吗？老人家需要人家陪伴，需要人家关心，我觉得那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让神去决定怎么医治，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听懂哈？让神决定怎么医治，不是我们，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我们在那个高雄为人祷告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其实神都在我们身上。你要去关心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神、耶稣比我更爱他，听懂吗？不是我爱你，是耶稣爱你，他要我来安慰你，为你祷告，听懂吗？我们成为耶稣的口，成为一个管道，使他得帮助。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概念，不是我们。他要学习那个10个长大麻风得医治的，回来做什么？向耶稣谢谢，又向神献上感恩，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人家说啊，你很好，你很有爱心哦。你那样说，是神爱你，不是我，对不对啦？你哪里有这种爱心，能够去爱别人？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你说我很了解你，是不可能的事，是耶稣了解你，不是我，是耶稣爱你医治你，不是我。这个就是一个成为神的器皿，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不知不觉，人家说你有爱心的时候，你尾巴就会翘起来，对不对？对不对啦？对哦，我够搞呢，大家都赞美我的爱心，很有能力哦。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跌下去了。你不能承受失败，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不是渴望拥有圣灵的恩赐跟能力，其实恩赐原文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意思。那因为翻译成 gift， 我们都认为说那才能啊、天赋啊，就是，其实不是，他一点都没有。圣经没有讲说他有数学的恩赐，圣经没有说会计的恩赐，圣经说医治的能力，这样了解是吗？那个能力是从神来的，他能够是他拥有的，他努力得来的，他走到哪里都该会做会计。但是我们做医治的时候，不一定得医治，了解哈？但是我们凭着爱心，我们为他祷告，把结果交给神，这样可以吗？勇敢为人祷告，把结果交给神。记住这句话：勇敢为人做医治祷告，把结果交给神，跟你无关，好吗？你不要骂我，你去骂他，你怪他，跟我无关。跟各位讲一下好吗？勇敢为人做医治祷告，把结果交给神。对，这就对了哈。这不是你，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嘛，不是我使你得医治的。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读呢？麦克风拿起来，一起来，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忧伤、痛苦，都是耶稣能够担当在体会的，了解哈？不是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原来耶稣了解他，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为人祷告，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医治，但是他们会感受到神的爱，他们会感受到神知道，听得懂意思哈？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神借着你领导他的时候，他的感受会超越你跟神连结。这个时候，我必衰微，他必兴旺，了解是吗？有一天他忘记你没有关系，他记得神就好。啊，忘记你怎么办？没关系啊，因为神记得你。别人忘记你没关系，对不对啦？他能忘多久？一辈子而已。但神记着你是永恒的，你曾经成为他的手在工作。OK， 我们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健康的身体是神的心意啊。约翰3书第2节这样说，一起来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圣经提到说有灵魂跟体，我们的灵魂兴盛，身体也要健康，这是神要的，我们全人的，是吧？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凭着这个，我们可以做医治的祷告。好，诗篇103篇1到3节，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要做的是全人的医治，不只有身体的医治，医治你一切疾病。重点更重要的，当疾病得医治之后，以后还会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疾病？有，但是当神赦免的罪孽的时候，是永恒的。这两个神都要做，可以吗？哈，经历到神了，他就很清楚，他愿意赦免。一个赦免是他的心灵得释放，一个心灵很自由释放的人，他身体会自然比较好。你相信吗？城内忧愁的，万来万去，有一次我们因为有3个姐妹带一个姐妹来，牧师今天为她祷告，我说你有什么感觉怎么样？他说啊，我全身都痛，我全身不舒服了。好，我说好，我来为你祷告，为你身体祷告。我马上按着他的手的时候，神就给我2个字：抱怨。抱怨。然后就说哦，你是不是常常抱怨呢？是抱怨人，抱怨上帝啊？我就这样了，别人都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当我讲这句话的旁边3个姐妹都开始一直笑，要整天都在抱怨，从来不感恩，从来没有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对啊，圣经很清楚的，所以让你的心因着神喜乐，就是良药，对不？对吧？安尼看起来嘛较少年，对不啦？你知我几岁无？72啊呢，安那？看不出来对吧？感谢主，我最爱听这句话，因为喜乐嘛，再怎么样，他是他成就的，不是我。了解吗？是他的成就，他不想做就不要做，对不啦？你不要做就不要做，这样就好了，跟我无关，那是神的工作。教会谁的？教会谁的？上帝的啊！他不做你要做吗？不要。真的，真的不要。我们上次讲过了哈。好，我们看接下来。我们常说，民间都说无病是福，对，无病无灾无痛苦就是福，对不对？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无病无灾难无痛苦无忧伤？什么样的人？死人，是的，活的人都会有。圣经没有说没有灾难就是福气，没有。圣经的祝福是什么？哀痛，我们一起来读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好不好？啊，为什么叫有福？啊，因为有人陪伴，听懂吗？哀痛没有人陪伴才是最可怜的，哀痛的人有人陪伴安慰他，这个人叫做有福。不是没有哀痛的是有福，而是有人陪伴是有福。所以圣经的福不一样哦，对不对？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死荫幽谷，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永远不孤单，对不对啦？所以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孤单的人，错了。有谁跟你同在？上帝跟你同在。神的殿在哪里？心里。殿原文是家，神的在地上有一个家，在哪里？在你里面。所以你是孤儿吗？你是孤儿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家。绝对不要说我是孤儿，错了。神本来就是与我们同在，这样可以吗？这很重要，不是什么都平顺就是福，不是的。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福。OK， 启示录第1章17到18节这样说，请。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说我有灾难，有人陪伴，可是我死了呢？有耶稣陪伴，他带着你经过死亡，回到他那里去。真的，真的。我师母她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信耶稣，全家整个家族只有他信耶稣。他爸爸要过世之前他为他祷告说，他看到他爸爸身体发亮，耶稣抱着他爸爸，他就知道耶稣要把他爸爸带走。没有信耶稣呢，还没有信耶稣呢，耶稣会不会抱他回去？会不会啦？会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神创造的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创造的人请记得，如果神创造你未信的父母，他会放弃他吗？不会。他有他的方法，他这样抱着，他就知道了，他很得安慰。所以你的家人虽然还没信主，他灵魂在哪里？在耶稣那里。就算经历死亡，我们都不害怕。民间对死亡是很恐惧，对不对？非常的恐惧又绝望。但是基督徒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的。神看这个不一样。所以你说好，我生病，最终死亡了，还有耶稣，没有关系，耶稣永远与我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服事也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之一。路加福音5章17节这样说，一起来，请。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主就是上帝上帝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所以耶稣医治病人，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对不对？要思考耶稣医治病人是谁的能力？上帝的能力，不是耶稣如果耶稣靠他的能力医治病人，我们就无法学习耶稣。了解是吗？因着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所以耶稣说，你要领受圣灵，我们能够做耶稣要做的事，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靠他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学不来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跟我们一样，很软弱的，他完全靠圣灵工作。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了几件事情，你数数看。第一件，他经常亲近神，有没有？亲近神就是敬拜 ，OK。然后他传福音，然后他教导，然后他医治赶鬼。第六样，他带门徒。我们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啦？做刚刚讲的那6件事啊。什么事？敬拜神、传福音、教导、医治、赶鬼、带门徒。只做这6样就够。这6样可以扩张，也可以缩小，方向会不同改变，都是为了传福音，都是为了医治，为了造就。了解意思吗？我觉得教会应该做这6件事，做这个就够了。所以医治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事工之一。所以你这堂上完课，我们会做操练。操练的时候，你尽量做，那是圣灵的工作，不用害怕，听见吗？
昨天我们在高雄，我们为人做医治祷告，有一个左眼，左眼中风，听过吗？左眼中风什么意思？啊，眼中风。眼中风就是他的眼压过高，压迫他的视网膜，视网膜神经、视觉神经就坏死。医生说没有用了，他只有一点点的，这边有一点亮光，其他是黑的。他开车从5月到现在出车祸好几次，但他坚持，他开了40分钟的车，慢慢开来教会。然后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他要站在旁边不敢进来。后来有个人跟我讲说，其实那时候已经中午，我们都在吃饭，大家都在吃饭了。忽然那个有个姐妹说，牧师，她很希望你为她祷告，我就叫她过来，你知道吗？当我为她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圣灵就让我脑子里面出现她的眼睛的结构。我每一次为人做医治祷告，那个身体的结构都会出现。你要想她身体的结构。圣灵就启示他的眼压过高，眼压过高表示他的那个水晶体那个眼球有一个排泄新陈代谢系统，把不好的旧的水晶体把它排出去，但那个地方塞住了，所以眼压越来越高，新的一直进来，旧的没有出去，就眼压越来越高，所以我就为他的眼睛的那个排泄系统。新陈代谢祷告，让他的水晶体能够排泄出去，眼压降低。可眼压降低之后，他的那个视网膜还是坏死，对不对？医生说不可能哦，医生说不可能哦。我们为他祷告，因为我要宣告，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从无造出有，对不对？今天医生说不行，我要宣告神你能做，来重新修复他的。给他新的视网膜神经，祷告了大概4次，每一次他就说：“牧师，我看到你的手在这里了。”他把右眼遮住，又祷告一次：“牧师，我看到你的半边了。”又祷告一次：“牧师，我看到你的脸了。”大家带他来都一直哭啊，是我的能力吗？我从来没有，第一次我为他祷告，我都有点怕，从来没有这样过哎。他居然看见了，你很难想象，这是我讲的，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很难想象哎。如果神能够借着我使他得医治，能不能借着你使别人得医治？可不可以啦？可以，跟别人讲一下，神能借着你使人得医治。对呀，只有牧师才能做吗？不是的，神呼召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了解什么？你说主啊，你如果不给我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要做，对不对啦？对不啦？那不对，你要我做，要给我能力啊！我都跟神说啊，你不给我能力，我不当牧师，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啦？我不给你能力，要你去做会计师，可不可以啦？不行了，一定要把你教到会，让你考到证照，再叫你去，对不对啦？对呀，所以我们如果神呼召你去关心一个人，你说你要给我话语，要不然我不去，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安慰他，我要用你的话语去安慰他，听懂意思吗？所以我没有领受从你来了，我不要去。你敢这样讲吗？这是观念问题。你以为你在做谁的事？做他的事，他负责，对不对？他不负责，你要做吗？不要做。我读神仙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没有钱我都不读哦。真的，没有钱我就不读，因为我本来会赚钱啊，本来可以赚很多钱的，但神呼召我，我就跟神说，你要为我付所有的学费，没有学费我就不读，我绝对不去打工，可不可以啦？谁损失？他不是我。
对不对？你要这样想，厘清我们的责任。了解意思吗？你不要替神做他要做的事，是他要你做你才做，他要你做他要负责啊，对不对啦？对啊，你叫你的孩子去买牛奶，你说要不要给他钱？要不要给他钱啊？要啊，你不给他钱，他能买吗？神要说你去安慰那个人，然后不管你，不可能。你说我不要去，你的孩子妈妈不给我钱，我就不去，对不对啦？那不是一样吗？听懂意思吗？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信仰是一种生活，从生活上可以看见神的做事的法则也是这样。所以是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在，神的能力既然能够跟耶稣同在，耶稣说圣灵临到你身上，就跟我一样，你要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阿们。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OK。接下来我们看医治服事是耶稣的应许啊，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这样说，请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多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这是要告诉我们，那些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不用害怕，不是要去手拿蛇哦，不要这样做哦，你不要去喝什么毒物哦，不要说哦随便吃就奉耶稣名胆固醇退去，不能这样讲哦，吃下去胆固醇还是会累积哦，你不要随便去吃，但意思就是说神会保护你，不要随便去拿蛇，不要去随便去毒，但是你不小心人家害你是害我害你，就这样而已。这是神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耶稣的应许。如果没有好怎么办？谁比较难看？他比较难看。结果是他，不是我。因为我不是会计师，对吧？不必为他的会计负责，我只是提出而已。OK， 好。雅各书5章14到18节，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你们中间有谁有病的呢？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而有功效的。早期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都有抹油的仪式但我们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说我们为他医院里面为他们做祷告的时候就一定要抹油，不用，因为有些人对抹油很紧张。天主教的抹油仪式就是临终抹油。我到医院去牧师怎么你来了？还又有抹油？牧师我是不是差不多了？没有，所以除非有家人要求为他抹油，我们要抹油。有时候我们为那个癌末的病人。家人说：“牧师，你为他抹油祷告。”我说：“可以啊，为他抹油，为他膏抹，愿神的大能临到他身上。但重点都是临终的祷告。所以，但是不一定是临终祷告才会抹油，有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抹油的时候，我就问家人说：‘我牧师想为他抹油，可以吗？’他说：‘可以，我们来做，免得他们觉得很怪怪的。’OK。”而且你看，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义人祈祷能力很大，对不对？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你是不是义人？你是不是义人？怎么只有1/3是，而且不敢讲很大声？你是不是义人啦？你怎么知道你是义人？什么？因信称义啦，你是不是因信称义了？所以神看你是不是义人，还是你是罪人？你是义人，义人会不会犯错？亚伯兰是不是义人？是，他有没有犯错？他犯的2个错误，你有没有犯过？没有。什么错误？他出卖他的妻子，卖某了，了解他还是会犯错。义人就是你依着信耶稣被神称为义，所以教会是义人的团体，对不对？
啊，你是不是义人？啊，教会是不是义人团体？是啊。教会是义人的团体，不是罪人的团体，好吗？义人会不会犯错？会，你犯错还是义人，对不对？义，中文的义，让我觉得它是完美的，错了。义是一种关系，哈。你家有国小以下的孩子，请举手。国小以下孩子，国小以下的，哈，你的孩子吗？几岁？啊，那个孩子是谁的？那个孩子谁的？哈，谁？依林啊？啊？移民啊？是不是？啊？啊，这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他会不会犯错？犯错是不是你的孩子？还是犯错就不是你的孩子了？那你太没面子了，会不会？不会啊，犯错还是你的孩子。义人的意思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义人。我这样犯错还是神的儿女，他孩子犯错还是妈妈的孩子，听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教会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不是义人的？对啊，跟各位讲一下，你是义人，我也是义人，不是搞笑义人哦，真的是义人哦，不要弄错了，还有什么？我们看圣灵借着我们彰显医治的神迹的。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7到9节，一起来，请。圣灵显在每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能力。好，神特别使用某些人，所以你知道有些人神特别呼召他做医治布道，所以神医，了解是吗？但是你叫那个医治布道的人牧师去牧会，他决定垮，对不对啦？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呼召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有。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不同的需要，牧师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恩赐，不能，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是神因着他的需要，借着我给你的。那个人的神也借着那个人，因着他的需要，借着你给他们，听懂意思吗？这是神给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哦，没有分别哦。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我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的圣灵一样吗？我里面的圣灵是有圣灵能力全备的能力的，你有吗？怎么只有这边有，那边都没有？有没有啦？还是你的圣灵跟我不一样？你的是阳春圣灵，有没有阳春？没有，都是实景面，什么都有，是看别人需要，神借着你彰显出来，跟那不是你的能力，你一定要记得，那不是我的能力，这样就不会紧张，不会害怕，才能为人祷告，要不然很困难。一定要突破这个观念，了解是吗？那个做老师的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每次搭1个小时去，对不对？车子超过1个小时，对不对？你在车上做什么？睡觉。别在快到之前，你睡好之后，你设定要睡几分钟，醒过来呢，主耶稣，那么多的孩子当中，你今天要我对哪一个孩子说什么话就好了，1个就够。你那一天看到他，你就把神的话告诉他，抱抱他。我告诉你，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会完全改变，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需要只有神知道，而你每天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妈妈更久，了解是吗？这就是职场宣教。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这样做。也许他有疾病，你就为他做医治祷告，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没有好，至少热热的啊，因为那是有关心的热度，听懂吗？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他知道有人关心他，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请放心，神借着我们手去帮助他的百姓，不是我们的能力。
所以医治的主权在神哦，神有他的时候哦，请记得啊、有时候耶稣行神迹，他妈妈说：“哎，他们没有酒了。”他说：“我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有他的时候，所以每一次做事我都先祷告。哎，我要不要为他做医治祷告？我们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时候讲道之前，我都看到有某些人或者台上的谁啊，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是不是要为他祷告？我要先查验是不是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会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要为他祷告，请你让我在要下楼之前，他会来到我面前，这样可以吗？他没有来就不算，他没有来就不算。结果我在等那个电梯的时候，他竟然走过来了，我就说：我请师母为你祷告好吗？就把他拉去给他操练一下。他祷告，他就一直哭。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他学生的需要，不是你，只有神才能够医治他们，只有神才能安慰他们、造就他们。所以等神的时候是很重要，再次确认，OK。而且他有他的计划。耶稣在毕士大池只医治一个病人，对不对？只有医治一个病人，那边很多病人哦。耶稣只医治一个病人，耶稣怎么说？一起来，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那里医治的时候，大家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医治其他的人？耶稣回答说：我只看到父只医治一个病人，我就医治一个病人。而且那一天是安息日，他的门徒说：老师，不要在安息日医治哦，拜托。但是他说：我看到父做，我就要做，管他是不是安息日。了解是吗？他是完全顺服的。所以当你察验到神要你做的时候，你顺服的去做，神自己工作。虽然人家看得很奇怪啊，而且违反当时他们的习惯。医生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除非他有生命危险，你不应该治病。连涂药都不行，这是他们犹太人当时的规则。但是他说：“我看见父做，我就做，而且只做一个。”知道吗？顺服神，知道神要做什么，按照他的计划，而不是我想要。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朋友、亲戚、家人得医治嘛，对不对？但请记得，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跟计划。OK， 我们顺服神，就看见神的作为。第三个，要全求神的心意。耶稣做事凭着自己的父旨意，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或感动。约翰福音8章28节这样说，一起来，请。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你看看，耶稣是完全顺服神，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只说神要他说的事情，了解吗？所以你要说，主啊，我相信，我知道你比我更爱这些孩子，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怎么讲。耶稣，你就经历到耶稣在你的教室中掌权，你相信吗？很奇妙，真的是。所以我们都希望啊。那我从以色列回来，我有2年没有工作，神要我休息，你知道吗？记不记得？不记得也没有关系，那2年当中，淡水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哦，忘记了吗？真的没有牧师啊，2年半找不到牧师啊。郑辉牧师跟那个王荣勋牧师离开之后，就没有牧师2年了。我在台中等候。知道吗？那汐止教会、汐止长老教会，希望我去那里牧会，就说跟他讲啊，我们需要帮忙，你要不要来看帮助我们一下？我说可以啊，3个月可以，3个月，因为我在等这里。你们知道，我在等这里呢，因为我从以色列回来之前，神就告诉我说，借着我的妹妹告诉我，你要回淡水去。但不能讲，没使讲啊？谁说的？那是神要我来的，跟这个好不好有没有关系？没有了，没有了。那我走了，就这里不比较不好吗？不是啊，对啊，了解吗？神呼召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啊。所以我在那边去到那里，在那个汐止长老教会的时候，
他们带我去说，哎，牧师来这里帮忙3个月，我说可以。他第1天去哦，礼拜5晚上去，他说牧师，我们有一个长老需要探访，你要不要帮我带你去？我说好。他说那个长老90几岁，躺在床上的卧床了，2只小腿的骨骼都断掉了，因为骨质疏松物啊合起来了，很痛。我就走过去，我就到他家，那是一个老式的4合院的房子啊，我就进去，都没有窗户的房间，一个老人家躺在那里，很瘦，因为他坐不起来啊，站不起来。我忽然我说主啊，这是要怎么祈祷？要怎么祷告？还祷告什么？主给我一句话，什么？平安，平安就好了，我就知道了。我就过去说，这位长老，你知道我是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心中有平安吗？他说有。身体会痛吗？会。但是心中有平安吗？有。我第2句话跟他讲，如果明天耶稣要把你带回天家，你预备好了吗？他说牧师，我预备好了。他已经90几岁了，对不对？然后我就为他做临终的祷告。主啊，求你纪念他一辈子在教会做长老服侍你，到现在，求你报答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剩下的日子，你让他看见你的荣耀，你在手护庇他，让恶者不能来搅扰他。当你要带领他离开的时候，你让他看见你的荣耀，你亲自来迎接他，让他相信，也确信了他一生所相信都是真的。我就这样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当然老长老俩也是80快90岁了。牧师真多笑，我拢真仰望耶稣，紧甲阮长老带转去。每个人都希望他停止痛苦，能够赶快回家。我这个做牧师的，过去奉耶稣名起来行走，传福音到120岁，可以吗？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以为神是什么样的神？人都不能死哦。生是很重要，死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啦？神看他圣名的死是很重要的，真的啊。后来呢，过了1个礼拜，他昏迷了，所以我那个祈祷会较紧死的对不？会较紧安静去啦。他昏迷就不会感觉痛了啦，听懂吗？要1个多月，然后他就过世了。我感谢主，听懂吗？有时候我们都希望家人都不会过世，错了，时间到就要让他走，真的。有一次有一个会友，我在这里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会友说：“牧师，我的妈妈已经在安宁病房，进来为她祷告好吗？我相信牧师祷告能够使她得医治，要不要祷告？安宁病房要不要？要。他很相信我。”希望我为他母亲做医治祷告，我就去了。我为他母亲真的做医治祷告。等他祷告完之后，这个儿子说：“牧师，我需要上班，我先走。”我说：“好，你先走，我要留下来跟你妈妈在一起。”我先打电话去问那个验目部那个关怀师，我说：“这个人现在情况怎样？”他说：“牧师，这个人最多3天。”啊，你怎么那么肯定？他说：“你看，因为他是肝癌，他说你看他的眼球都积水了，大概不会超过3天，顶多很快就2天就分走。”那我就知道了。但是我在他儿子面前不能说免了啦，可以吗？不行，你一定要为他医治祷告，是为他儿子的爱妈妈的心，为他做医治祷告。等到他儿子走了，我就问他的妈妈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快接你回家了？”他说：“牧师，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说：“你会不会痛？不会痛，闷闷。会不会害怕？不会害怕。所以你的信心，让你知道离开这里要到哪里去。”他说：“我知道。”我为他做临终祷告，
求圣灵复辟他，让那医院很多坏东西，你知道吗？病院盖着歹物件，你知无？那些不能来搅扰他，使他能够安安静静、很平安的，等他耶稣要来接他，他就很荣耀的跟着耶稣走。过3天他就过世了。那个儿子有没有来说，牧师你怎么没有？没有，我们还是办告别礼拜，都为他办。他完全没有，因为他也知道，了解什么？他爱妈妈的心，他舍不得，我们就不要说。不可能的，不要这样讲，还是要为他祷告。但病人是很清楚的，我们好几次都为人做临终祷告，真的，我都问他，你知不知道你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很平安，我知道，你有平安就好了，我再为你祷告。所以不是每一个都要做医治哦，对吗？但是我们等一下操练不会做临终祷告，可以吧？啊，我你惊死哦 ，OK。不用了，不用，还没有，你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会祷告你要走了，无迄个代志，迄是上帝关面，跟我无关系啊，讲嘛无效，你免笑想了，加简单就互你赞你，无遐简单了 ，OK， 好，我们看神按他没有心意来医治的，没有公式啊。第一个，病人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得医治？我们常常讲说啊，你要有信心，神就医治你，错了，如果没有医治，等于他没有信心哦。你不要开这种条件，不要替神打包票，了解吗？圣经有没有信心也得医治的？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人？死人呢？拉撒路啊，他有没有信心？没有啊。耶稣还是医治他，对不对？所以不要把神的工作很多公式化，都不要听，可以吗？耶稣医治都没有，几乎没有一次相同的。OK， 病人有信心有没有得医治的？举例哪一个？血肉的妇人啊，他很有信心呢。他说：“我摸摸他们一定会得医治。”果然也说：“怎么有能力从我身上溜出去？”大家都吓坏了。有信心得医治，没有信心也得医治。神的爱不会改变，听得懂吗？跟你的信心无关，真的。然后呢，神医治的过程也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有一次还吐口水和泥巴，把它塞到他的眼睛里。如果你是观众，你会做什么？还有要求有他瞎眼已经够可怜，你还用口水和泥巴把它涂在眼睛里面，这是不是巫术啊？后来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他祷告说：“主啊，你怎么会把你的口水和泥巴涂在他眼睛上？”主就给他一句话，他说：“我为他造一个新的眼球，因为你的身体都是泥土造的。”我听了好感动哦，很难想象。神做事不是没有公式的，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公式来把神框住，听得懂吗？那不是巫术，那是神的作为。每一个都要彰显神的作为，你要让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不是你的能力啊。但是一个人抵挡就很困难。当那个人说没有信心没有关系，当他拒绝就没办法了。他完全拒绝，他愿意再说。所以有人说啊，牧师你要为他祷告吗？我说他愿意吗？我都先问他愿意不愿意，愿意我来为他祷告，请他告诉我。说牧师，请你来为我祷告，我就会过去。听懂意思吗？你要鼓励他来对我说，这样可以哈。而且他们常会说啊，我知道你牧师你很忙，我都不敢去找你。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牧师很忙，都不好意思找他，对不对啦？对不对啦？错了，牧师很闲，都等你来找，是你自己不来的，对不啦？是你自己不来，还说牧师很忙。是应用啊，在等你啊。除了读圣经无代志做啊，安尼会使无？系啊，所以你找牧师自己安排他的时间，跟你无关。你不要听牧师讲话，这样了解是吗？你有需要就要去找，没有关系。要不要做是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做他自己决定，好吗？要不然牧师都背黑锅，大家都知道牧师很忙，忙什么？不知呢。无领遐济钱是咧无用上，我嘛唔知。
糟糕哦，那更糟糕。OK， 好，我们看一下，不要低档声。对，好，不是人人都同祷告得医治哦，神耶稣更愿意医治他属灵的疾病，赦免人的罪。每次他医治祷告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他的心就得释放。OK，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人。穷人啊，这些没有办法守律法，没有办法每个周安息日都去，他们被定为罪人。主说你的罪得赦免，这比那医治身体更重要。他灵要得医治得释放。OK， 好，医治是彰显神特殊的作为。哈，约翰福音9章13节，有人说啊，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走，他看到一个人天生瞎眼的，他们门徒就问他：是他犯了大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大罪，使他天生瞎眼？耶稣有没有说谁犯罪？没有，也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而是要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你每一次祷告，你都要记得让神彰显他的作为，他能够使用你，跟他一起同得他的荣耀。听懂我意思吗？这是很重要的。OK， 好。为了证实神迹，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马可福音16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用神迹随着，你要传福音给你的邻居，那个老人家，他会相信吗？不会，你就为他祷告，常常关心他，他会感受到神的能力。神会借着你，随着你，所以神迹在哪里？在你后面，神迹随着我们呢。你停下来服侍的时候，神迹就会出现，证明你所传的是真的。你看那庙里面有足圣的无？有无啦？庙拢嘛足圣的对不？人家才会信啊。圣经也是，因为它是个属灵定律，这些神迹出现，证明我们神是真的是活的。民间都在用，我们却不敢用。错了，尽量做，这样可以吗？尽量为人祷告，有没有得医治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这样可以哈？好，那所以你看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以弗所那边住了多日。依靠主传道，主借他们所施行神迹，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你看看，这个神迹很重要。不要说我们不需要神迹了，错了，我们也需要医生，也需要神迹，对不对啊？对啊，你要是要去看医生哦，不是不要哦。好，我们看进行医治服事的原则。第一个，上面刚刚讲的原则你要注意，患者要感恩的心呐，没有感恩的心很困难。OK。他总是在抱怨，而且相信神对人有心意，总是美善的。OK， 那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一起来听。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虽然我们遭遇这些，但不是神出于恶意的，了解吗？他允许这些临到我们身上。不是他而已，你要看见神美善的心意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赞美神哦，赞美神，心就喜乐，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如果患者患有长期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肾脏病啊，糖尿病、精神疾病，就要嘱咐病人按着医师指示继续服药。祷告完，他有改善。才能够跟医师讲说，我已经改善了，药能不能降低啊？你不要说我一祷告就不要吃药，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试探神，因为医药也是神的恩典，听懂哈？医师医药都是神的恩典，都可以用的，不要说我要祷告就不用。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年轻人来，牧师今天我祷告，我说什么？他说，我什么地方有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他说有。医生怎么说？他就说一个病名给我。我说那有没有吃药？他说我不要吃药。我说我要靠着祷告。我说为什么？我有信心，靠着祷告就可以得医治。所以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相信你的祷告很有能力的，我有信心。我说
你有那么大的信心，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对不对啦？你有那么大的信心，是神医治，又不是我。今天我如果是医生，那我就可以为你做医治。我不是医生呢，是他。你既然相信他，不是我，你干嘛？你既然放弃所有的医疗的机会，你这在试探神哦。规定神要怎么医你，听懂吗？你在规定神怎么医你，真的。如果你不接受治疗，靠祷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啦？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意思就是说，我不治疗，我靠祷告，主啊，你要医治我也可以，不医治我也甘愿，对不啦？啊不，你就好好去加油啊！这样听懂意思吗？我们祷告还有医疗，这都是神的恩典一起来的，都没有关系，不冲突的，好吗？哈，可以哈。好，我继续把这个讲完，我们等一下要操练哈。所以医治既然是神的医治，跟祷告的服事哈，他的恩是没有关系哦。我们这是神圣洁的管道啊，请记得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一起来听。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我们哈。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7节，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尊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这个装了过垃圾，再装牛奶，你要不要喝？听懂意思吗？我们让神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还不够好，神还是愿意使用。我们无法完全圣洁，但神愿意使用我们，啊，我们要努力，虽然不够好，神愿意使用我们，这样就够了。OK， 祷告的信心来自于神的应许，而得到信心来祷告。信心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相信耶稣，第二个层次就是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情，我跟着下去做。这种圣灵所赐的信心，圣灵所赐的信心，让你很清楚，而且有勇气，很平安的，不会做难的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听懂吗？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没相信耶和华，有，但神告诉他，你往迦南地去，他知道很确信那是神要他做的，他就带着家人全部去了。人家会嘲笑他，会离开那么富裕的生活，那平原那么多的草，你去那边送死啊？他说神要我去，很平安就去了，听懂哦？那这种信心，我从以色列回来2年没有工作，神要我休息，神自己供应，神供应我所需要的，真的很难相信。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彼得在美门，看到一个什么瘸腿的，他定睛看着他，圣经说定睛看他。接下来就唱一首歌了，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对不对？有没有啦？没有，他只用说的，没有唱的哦。然后他就把他拉起来，他就又起来又跳又唱，他身体好了，而且只医治病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圣灵提醒我一件事情，我就问耶稣：主耶稣，他定睛看他看什么？他定睛看他看什么？他看到什么东西？要不然他们一直看他，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一直看他？主就给我一个意念，他看到我把他拉起来，就像我看到父，我把那个38年的病人医好一样。我听到这一句，我领受到这一句话，我第一个反应什么？你知道吗？主啊，我也要，也在我啦，会不会太会不会太骄傲？会不会太奢求？不会，我说主啊，我要跟他一样。当我读书看到说那些人都能够聆听神声音，我就说主啊，我也要。要不要是你的事，给不给是他的事，对不啦？你不求当然没有啊，你渴望，主啊，我也要。我告诉你，我们就经历到这种事情。我在2年休息住台中。有一个双联长老教会的以前的会友，打电话告诉我，他
孩子出车祸，30岁，他开车开个进口车哦，雨天打滑，直接撞到那个电线杆，整个车子这样包进去，被人家救出来。医生说再超过5分钟，大概他就没命了。他要我去，他说他的媳妇一直用他的八字去城隍庙那边去收魂呢，要把他的魂收回来，希望他能够醒过来。我就去看他在彰化一个医院里面。当我去的时候，淑华师母跟我的女儿那时候7岁而已，我就带她去哦。去到那里的时候，我进入加护病房，为他做一次祷告。祷告完了，我就出来，换淑华师母去。当他进去的时候，阿玲站在椅子上哦，他因为他很小嘛，站在椅子上，就拍我的肩膀，说：“爸爸，我安娜，我看到耶稣吼，跟爸爸替大哥哥祈祷，怎么可能？因为那个我站地方他进去要转一个弯，他根本看不到哎。他都说有啊，我有看到啊。我讲你给我讲一摆，我看到耶稣跟爸爸替大哥哥祈祷，耶稣跟爸爸跟为大哥哥祷告，我信心就来了。我就说啊，那个耶稣有没有把大哥哥带出去？有没有啦？如果带出去是什么意思？就结束了。他说没有啊，就只有一直祷告而已啊。那如果一直祷告没有带出去，表示他医治他，对不对？我信心大增了。我忽然因为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他脑干淤血3公分呢，是昏迷的，不是植物人就是死亡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后来我女儿这样讲，我会有一个信心，我就跟他的妻子说：“我的女儿看到我们的耶稣为你的先生做医治祷告，我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以后不要把他的八字拿去城隍庙收魂，这样可以吗？”啊，其实我讲这种话有一点惊，对吧啦？你不是医生，医生说只有2个结果，你找出第3个结果。其实真的我很希望说，他说不要，你知道吗？这没我的事了。他这样说好，再问一次，确定是耶稣好。我开始每天为他祷告，没有用。过了2个礼拜都没有改变。他的姐姐后来就在台北，就说要把他弟弟接到马偕医院，刚好就在马偕医院那个竹尾分院这边，那边做重新的治疗。其实也没有什么治疗，没办法，脑干淤血3公分啊。那我在台中哎，所以我每天就打电话给他姐姐说，你去看他的时候手机打电话给我，我就为他祷告。你把耳机放在他的耳朵这边，让我听到，因为人昏迷听觉神经没有停止哦，知道吗？人昏迷的时候，听觉神经是没有停，他可以听得见的。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他姐姐说，牧师，他好像想睁开眼睛。我说会不会是这个人的投射，反射作用而已？他不是。那我说你把手机放在耳朵，我叫他名字，如果他眨眼，表示他开始听得到，听懂吗？结果我叫他名字说，你听到牧师叫你就眨一下，他真的眨一下，再眨一下，眨一下，什么意思？他开始醒过来。然后继续每天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姐姐说：“牧师，他眼睛张开了；牧师，他手指可以动了；牧师，他手可以举起来；牧师，他拔管了；牧师，他坐起来了；牧师，他出院了3个月。”主告诉我：“你不是求，好像彼得一样吗？那种信心让你看见，让你经历到。所以。”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作为是很简单的，阿们。我隔空那么远，是神自己在医治他，不是我啊。他让我经历到，所以你要向神求，为了你的家人，你要向神求；为了好朋友要向神求，听懂意思吗？
为了你所爱的会友，你要向神求，我要跟你一样，这样才是对。因为他本来就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耶稣更大。阿们。对呀、耶稣，你能不能做比耶稣更大的？可以。为什么？耶稣有没有来过淡水？没有，就靠你，对不对啦？他只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就没有来到淡水过哎。他借着我们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他借着我们的手做他比原来更大的事，这就是神的作为。这样可以吗？所以放手，不要担心，要为人祷告。OK， 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祷告，圣灵的能力为人祷告。接下来祷告能够明白疾病的原因越好，但是这也不是公式。OK， 我们一定要停了哈，要不然点心就凉了。好吧，我们先暂停一下，几分钟？10分钟。好。好，我们休息到半的时间，哈，这个时钟半的时间，然后大概剩8分钟，对，2点半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后面有咖啡，然后有茶水，然后欢迎各自去后面，然后旁边我们有饮水机，然后可以来享用。